以往嘅球賽、演唱會都有人即場兜售黃牛，不過近年更多嘅係放上網。以早前媽媽頒獎禮為例，原價2400嘅門票炒至15000元，售賣嘅渠道係二手交易平台，明碼實價。目前講緊網上賣黃牛飛呢一樣嘢呢，就係一個法律上灰色地帶嚟。記者去信平台查詢，平台回應門票由買家自行定價，並稱會阻止主觀惡意炒賣，但就冇講點先算係主觀惡意。雖然有主辦方推行實名制，但專業觀眾話有等於冇。香港而家相對嚟講都好少實名制啦，都 BT 聽而家有 Seventeen 啊、MIRROR 啊咁樣有實名制啦。咁但係同其他地方比就可能，因為而家先啱啱開始啊嘛。因為佢可能你買完嗰啲飛可能真係周唔同你咁樣，咁其實你都係入到去啦。好多因為佢係好多人一齊入去拍一拍就過到咁樣啦。就係考慮係立法規管，咁咧就係減低炒黃牛嘅嗰啲機會啦。因為始終炒黃牛咧就即係對消費者嚟講，佢哋嘅權益咧就有可能受損。